2024年的台南喜事连连，除了是08岁再开幕10周年以外，同时也是台南400为年头到年末各种庆祝活动接连上场。08岁年度盛事府城诗行大游行，特别将活动结合台南400，以台南400喜事满载为主题，邀请大家用欢庆的心情来参与游行。今年是台南400，从年初的台湾灯会，睽违了16年没有办，在年中的文博会，8月的文博会，那也是很多年台南第一次来举办，一直到10月份的设计展，然后到年底喝酒 Demand Day 我们的林百货大游行终于盛大来展开。林百货呢，在今年刚好是开幕的第10周年，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今年的府城摩登大游行，它的主题就是台南400喜事满载。台南400喜事满载，我们带着欢庆的心情参与游行，我们希望跟我们所有的市民跟城市一起来欢度我们台南的喜事。哇，大家已经傻眼了，手机都拿出来。在今年的游行队伍当中，上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以传统板道文化为灵感，打造的团圆沿流水式喜庆花口等等的造型，真正是喜庆感十足。我是不是超强的啦？今天早上出现在这里，大家都尖叫了。12月7号活动当天，现场除了会当看到真侪特殊造型来欢喜游行，还有规划零开始市集，以及邀请日本艺文表演团体来演出，活动安排喜气又够趣味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